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20平方左右，房間係舊式商務風格，空間感唔差。雙人床係由2張單人床合拼而成，舒適度算合格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但係只有其中一面有提供。電視採用 Smart TV， 已經設有 Netflix、Disney Plus 同埋 YouTube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設有我最喜愛嘅浴缸。房間整體舒適實用，就只可惜太耐冇翻新啦。不過整體而言依然合格。